文化新简介，咱来看新店暗坑的暗坑文化工作室。最近有推出一本台语绘本，来去暗坑踅大庙，以在地娘妈祖的风俗来小解拜拜、买果子，也有看戏遮的，嘛要互囡仔捌台语，了解在地故事。 阿嬷带两个孙仔做伙到市场传菜市，水果买拜拜。新店暗坑当地4月15日迎妈祖，一本台文绘本来去暗坑踅大庙，小解当地风俗地号名，嘛经一寡生活类似，超工使用漳州腔来带入拼音，希望透过绘本，互囡仔认捌在地文化甲代志。 亲像内底咱会写讲，咱有一个地号名，叫做高架山。啊，咱的菜名嘛是，因菜名是讲咱即摆华语叫做百香果。 啊，咱大家或者米粒粿嘛，就写到内底，互人看哦。原来即个物件，伊可能以后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会当来用。当地文史工作者吴必伟表示，这本册用了5个月时间访谈记录，台文专家以在地信用暗坑太平宫做中心，了解当地漳州人的风俗、过去的生活情景。虽然亲像半场啊等等，即马拢看袂到啊，不过希望学生咧行搭的时阵嘛通感受一下。 因为今年咱参与即个物件的人吼，内底有2个是学校的国校的老师啦。啊，咱就是讲来给人推广，甲学校内底，甲学校的老师来合作，讲咱带学生仔出来，行的时阵会当用这本来介绍咱在地文化，用台语来讲咱在地的故事。 这个拜六礼拜2天，工作室伫华山文化创意园区要举办成果展，小解画图制作的过程，所来卖出有声绘本，互大家来听暗坑文化。记者田文丹保罗台北采访报道。